香港宏福苑大火嘅背後，暴露咗施工材料造假、監管機制失效、工程管理混亂等多重致命問題。呢啲層層失守嘅環節，共同釀成咗這場慘劇。具體如下：一、施工材料以次充好，違規使用易燃材料，颱風損壞原有棚網後，涉案人員低價購入2300卷不合阻燃標準嘅棚網更換。10月末中環棚架火警後，佢哋僅買少量合格棚網裝載樓宇，嚴格應付抽檢，大量不合格棚網成為火勢蔓延嘅重要推手。此外，施工方用高度易燃嘅發泡膠板封堵住戶窗戶，呢種材料本身就易引燃且會釋放有毒氣體，居民之前曾多次質疑其安全隱患，卻未得到回應，最終它加速火勢從外牆侵入室內。二、監管機制嚴重缺位，違法成本極低。香港雖有強制驗樓計劃和工地禁煙等規定，但執行層面漏洞百出。勞工處因人力緊張，對樓宇維修工地防火情況僅能抽查，且比例不足1%，發現問題多為警告而非檢控。此次涉案人員靠少量合格棚網就輕鬆蒙混抽檢，可見監管部門未做全面現場抽樣檢測，僅依賴書面證書，讓違規操作有機可乘。三、工程管理與應急設施存在多重漏洞，宏福苑業主立案法團在維修決策上未經充分討論便確定方案，消防設施執收僅以低價選定承包商。火災發生時，屋苑8座大廈嘅火警鐘都無法有效操作，失去咗關鍵預警作用。同時，該屋苑作為樓齡超40年嘅舊樓，居住密度大，樓道狹窄，道路設計難以滿足現代消防車輛通行，且老年居民佔比高，既加劇咗逃生難度，也給救援工作增添咗極大阻礙。四、涉嫌工程貪污，相關人員涉嫌違法犯罪，香港廉政公署已拘捕12名涉嫌項目工程貪污人員，涵蓋工程顧問、承建商等，警方也以誤殺罪拘捕13人。涉案人員為節省成本，應付檢查嘅一系列違規操作，並非單純嘅疏忽，而是涉嫌蓄意違法嘅行為，最終導致安全防線全面崩塌。